神的容面，我们要领受神的心意，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，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，自由的运行在这里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每天无时无刻都渴望对我们说话，主，我们就求你拦阻我们的那些帕子，或者是阻隔我们跟你亲近的那些障碍，神，你就在这个时刻把我们都挪去。主啊，我们要单单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敬拜你，我们要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只想享受跟你同在的那样的一个喜乐跟满足。主，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敬拜、今天的主日聚会当中，真实的与你面对面。主，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在这里。主，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主，我们渴望在今天这个时刻，我们的灵在你的里面得以自由，得以更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吗？有没有人知道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？赞美。还有其他答案吗？哈利路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一起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再大声的来说一次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扬起我们的声音，更相信、更坚定的来说一次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看几节经文，从诗篇146篇1到2节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。来呀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因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。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在开始敬拜之前，我们要跟大家培养一个小默契。什么是小默契呢？当我们的音乐开始动的时候，我们的脚是1、2、3、4，我们来学打拍子。因为今天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跳舞来赞美他。诗篇告诉我们要击鼓跳舞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所以今天的敬拜赞美，我们第一首歌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要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要跳舞敬拜神。我们来先教副歌的动作。好，我们可以先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来比较好练习。好，为了体恤大家，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手部。我们先请我们的小怡婷帮我们转到副歌的部分。好，准备咯。我们来练习，先伸出你们的左手或右手都可以。好，选出一只手哦。好，我们准备，我们跟着歌词哦。从你如果伸出左手的，你就在你左手这个位置，同样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的位置是这样，1、2、3、4 ，OK。好，换这边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换这里，1、2、3、4 ，OK。Everybody 就 catch 到我刚教的了吗？好，我们准备哦，练习一次哦。5、6、7、8，哈利路亚，我们高举你，用心灵和声音来荣耀你。Very good， 你们真的很有跳舞的天分，太棒了。第二个歌词，好，下面有第二个歌词，我们要换动作了。换动作是怎么样？好，一样举好我们的手。好，准备了。好，5、6、7、8，哈利路亚，回响在全地，你恩典的呼唤和丰盛的慈爱。OK， 了解吗？可以吗？好哦，那我们要正式来开始喽。Are you ready to worship？
好像有点小声的，还没准备好。如果准备好的，请大声 say yes，OK？ Are you ready to worship? Yes. One more time. Are you ready to worship? Yes. Let's worship. 敬拜赞美 ，Go！ 准备好，好拍手，拍2下。喜乐的来赞美，跳起舞来，准备。哈利路亚，赞美声响起，归给万王之王，宇宙万物主宰，天使天君，全地都呼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生命。好，从头拍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声响起，归给万王之王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天使天君，全地都呼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生命。准备来跳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高举你，用心灵和生命来荣耀你。哈利路亚，为神在全地，你的面的呼唤，丰盛的慈爱。好棒！我们再从头哦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声响起，归给万王之王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天使天君，全地都呼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生命。来跳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高举你，用心灵和生命来荣耀你。哈利路亚，为神在全地，你恩典的呼唤，丰盛的慈爱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高举你，用心灵和生命来荣耀你。哈利路亚，为神在全地，你恩典的呼唤，丰盛的慈爱。再一次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高举你，用心灵和声音来荣耀你。哈利路亚，为神在全地，你恩典的呼唤和丰盛的慈爱。更热情来跳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高举你，用心灵和生命来荣耀你。哈利路亚，为神在全地，你恩典的呼唤，丰盛的慈爱，丰盛的慈爱，丰盛的慈爱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了我们的罪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洗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与不义，使我们这些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能够因着耶稣，我们能够成为义人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神你白白赏赐给我们的恩典，使我们今天可以齐聚在这个圣殿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要用感谢进入你的门，我们要用赞美进入你的院，我们愿意倒空我们自己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的心要完全降服于你。当我们今天在高举双手向神献上感谢赞美的时候，当我们向神大大张口开始歌唱的时候，当我们完全敞开心降服在你面前的时候，
我们渴望在感谢的敬拜赞美当中，我们被神的爱来充满。我们渴望在感谢的敬拜中，我们被神你的话语来炼净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渴望在感谢的敬拜中，我们被神你的喜乐大大的来浇灌。我们渴望在感谢的敬拜中，我们被神完全的来得着，因为我们属于你，我们单单属于你，我们只属于你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来感谢。言语不足够，更无法述说，我难以形容对你的感谢。随我人歌唱，总会有停歇。你美好作为，永远不止息。让我们高举双手，让我高举双手，赞美又赞美不停。我献上所有高唱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有人不公，配的是赏给我王。只有我全心高唱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来到你面前，敞开我属天。唯一的回应对神说，唯一的回应，来到你面前，敞开我双腿，单单敬拜你。来高举双手，让我高举双手，赞美又赞美不停。献上所有高唱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有人不公，配的是赏给我王。只有我全心高唱，哈利路亚。
放你属天的大能在这里。当我们真实的在敬拜当中与你连接的时候，神你就会进行你自己的医治、你的释放、你的安慰、你的坚定，还有你的坚固。感谢神你设立教会在这里。我们知道教会是神你在地上设立的永恒国度，是每一位基督徒属灵的家。这张投影片是神设立富强教会的心意，也是富强教会的意向。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举起我们的手，我们对着这个投影片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：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富强教会是上帝的家，真理的主师，是活出爱的健康教会，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，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，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。是的，神，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，也是神你在富强教会的心意。谢谢神，你召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不论我们是什么时候来到富强教会，富强教会就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心聚集在这里，建造教会的地方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更多的愿意委身在这个家里面，我们真实的用着耶稣基督的爱学习彼此相爱，我们更多的用着我们知道的真理来建造教会，更多的愿意摆上我们自己的时间，我们自己的生命去追求那永恒国度的事情。透过这首诗歌，我们一起来唱，更多的明白神对教会、对我们这个家的心意。一起来。旷野中，你找到我；溪水旁，你供应我；幽谷中，你牵引我；万人中，你拣选我。我软弱，你赐刚强；我疲乏，你加力量。我站立，高举你名；我心情，为你发光。一个教会，一个家，你叫我们同心聚集的地方，分享眼泪，分享更深的喜乐。其实家，我愿紧紧跟随。一个教会，一
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神只有一个心意，他要兴起他的教会，成为这个世代的光，成为这个世代的金灯台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神的灯，都是神的光，我们是蜡烛的烛光。当我们聚集在教会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让教会发挥它金灯台的能力的功能。但是当我们从教会散出去的时候，神把你摆放的那个位置，不论是你的职场，不论是你的学校，不论是你的家庭，或者是你的所到之处，你就是在那个黑暗里面为着神发光的那个重要的那个角色。亲爱的家人啊，神要呼召我们，不要轻看了我们自己的职分。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是要为神做光跟做盐的。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聚会，我们要更多的是要拿着神对我们的使命而为神走出去。是的，当我们散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让更多的人看见耶稣的福音，看见耶稣的能力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为着我们教会50周年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断的为着我们要建造教会来为神祷告。我们不断的跟神说：神啊，求你复兴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神都听见了我们的祷告，他问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的祷告我听见了，但是你们愿意回应我的呼召吗？当我今天需要工人的时候，你们愿意成为工人来回应我的呼喊吗？神邀请我们参与神的工作，参与在教会建造的行列当中，参与在传福音跟宣教的事工上面。更重要的是，神要参与在建造你我生命的工程上面。我们的生命愿意被神来建造吗？我们的生命愿意被神破除所有的老我，而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，重新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样式，重新的尊主为大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活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你自己举起你的手来回应神，神正在呼召你，神在对你说话，神渴望你听见他的声音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就跟神说：主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。主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。求你兴起我，求你更新建造我的生命。我愿意为主而活，我愿意为主而用。我的生命要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为新的。是的，主，我在这个时刻，我重新跟你立约，我是你的，我属于你。我的生命，我的主就是你。我不再用我自己的方式而活，我要单单的依靠圣灵的带领而活。是的，主，我们看见主都在你面前举起手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为着这些弟兄姐妹来守望来代祷。神，你都看见他们在你的面前勇敢举手的，谢谢神，你亲自的监护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让我们委身在这个教会的时候，神你用真理的话语来喂养我们。当我们扎根委身在这个教会服事的时候，神，我们的软弱你亲自帮我们赐刚强。神，我们在我们需要、我们匮乏、我们疲乏的时候，神你就给我们力量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用这首诗歌，我们更多的来扎根委身在教会里面。一个教会，一个教会，一个家，呼召我们同心聚集的地方。感谢你，我们一起聚集在